留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人害怕被送回中国，因为他们的护照没有更新。大约2年前，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停止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续签护照。人们认为这是在许多国家强制维吾尔教民返回该国的一种方法。护照期限即将到期或接近到期的沙特阿拉伯维吾尔家庭表示，他们担心返回中国。据悉，有超过300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中国集中营。活动人士说，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将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26个国家定为敏感国家。与这些国家有关的维吾尔人被认为倾向于极端思想。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家庭否认了中国的指控。2020年1月25日，在奥地利留学的阿尔巴尼亚和维吾尔学生在首都维也纳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压迫政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维吾尔人一起，许多土耳其人还参加了由在该国学习的阿尔巴尼亚学生组织的抗议游行。示威者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和同化政策，特别是将超过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拘留在集中营。他们呼吁中国政府和世界公众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空前种族灭绝。武汉病毒继续扩散，1月26日宣布死亡人数升至56人，确诊感染病例超过2000人，绝大部分集中在武汉地区。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和天津分别于周日和周一起暂停长途客运巴士进出。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史无前例在大年初2举行国务院记者会，说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有关情况。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主任马晓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潜伏期具有传染性，这与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有很大的不同，疫情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他还指，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最短1天，潜伏期具有传染性。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政府26日召开会议，会议旨在商讨通过预防和保障措施，确保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进入哈萨克斯坦国境。会议决定暂时关闭哈中霍尔郭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哈萨克斯坦一侧区域。伊拉克安全部队周日继续采取强硬措施对付反政府示威民众，在首都巴格达以及南部城市巴士拉等地，警方动用真枪实弹向示威者开枪射击，造成数十人受伤。成为示威运动大本营的位于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已被安全力量夺回，军警们向在那里坚持了数月的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有多人受伤。去年10月以来，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地区一再爆发反政府、抗议经济不振、腐败盛行的示威运动，并停止伊朗等国家对伊拉克的干预。自2003年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该国的国家干部一直由什叶派主导。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原计划星期天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活动，但后来由于避免内部动荡而取消了这些示威活动。以色列内政部26日宣布，将允许本国公民以宗教和商务目的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内政部在声明中说，经与以色列安全部门和外交部协商，内政部长阿里耶德里已签署命令，取消此前禁止公民访问沙特的政策。以色列与沙特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此前，以色列禁止本国公民未经内政部许可前往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旅行。